驚嘅唔單止係火，而係濃煙。呢幾米路對視障人士嚟講，簡直係生死邊界。我哋係德信學校團隊，我哋設計嘅安心識路避嫌通係要為視障人士喺黑暗中揾翻方向嘅。我哋以三派做大腦，整合咗煙霧、火焰、溫度同埋超聲波感應器。而家就等我哋嚟示範一下佢點樣運作啦。第一，監控模式 Standby Mode， 平時持鈎喺門上面，一旦感知到易燃氣體、溫度同埋火焰值過高 ，Sign Sensor 就會感應到火焰或者紅外線，就會即刻響聲示警。係喎，消防員最驚就係住客唔知起火，呢個預警好重要。第二，喚醒模式 Wake Up Mode， 攞起佢，可以就會感受到角度改變，就會開啟逃生引導。第三，檢測模式 Detect Mode， 開門前撳一撳追跡，就知道門柄係咪過熱，係咪要開門逃生。50度以下係安全聲，過熱就會長鳴警告。冇錯，亂咁開門會引起回燃，呢個功能真係救到人喎。最後係第四，逃生模式 Escape Mode， 距離越近，聲同埋震動就會越急，提示視障人士避開。我唔使讀特字啊，摸到呢對眼仔，我就知探測器嘅正面喺邊度。我哋仲加裝咗安全手帶，確保唔會影響白障嘅平衡。仲有白色強閃光，係可以幫消防員最快咁定位標誌嘅。喺醫院入面，呢啲閃光同埋警告聲，簡直就係我哋嘅指路燈，把握第一時間救到人。科技嘅價值就係唔俾任何人喺黑暗中孤單求存。安心識路避嫌通，資訊平權守護生